Hello，今日同大家睇睇位於何文田嘅如一，由華懋同港鐵合作發展嘅何文田站上蓋新物業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1234尺，連51尺平台，4房1套嘅間隔，可遠望西九龍海景同多個地標建築，享有開揚公園同遊樂場綠意景觀。長方形客廳寬闊實用，旁邊呢間房做書房就最好。行入廚房睇睇，工作台面用亮麗人造石材，牆身用仿雲石紋理瓷磚鋪面，配備多款歐洲品牌電器同爐具。廚房連接儲物室及洗手間，為住戶增添儲物位置，空間使用上更靈活。兩間細客房同樣實用，客廁有淋浴間。兩間細客房格局基本一致。主人房有 L 型窗，採光十足，望出去景觀開揚。放 King size 床，三邊落床完全冇難度。已經預留咗衣櫃位，用嚟放按摩椅都不錯。浴室選用仿雲石紋理瓷磚打造牆身，配備一系列國際品牌用室設備。有興趣快啲同我哋查詢。